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广哈味》，我是敏华。我们今天来到风景优美的台东，因为听说里头有人造船。准备要从台东呢滑到兰屿去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？带大家去看看喽。低着头很认真，他是香港人胡子康，他要在台湾打造一艘龙舟，只是要造船很不简单，草酸开准皮，不用老嘎辣佛。而造船的地点，他特别选在台东，因为他希望帮兰屿的阿文募款。兰屿阿文为了保育海洋，天天捡垃圾。所以胡子康希望透过行动向阿文致敬。康哥，你当初怎么会想说来台湾啊，来台东做这样的龙舟？是为了兰屿阿文，他要建一个环保教育中心，希望可以帮一帮他，因为他没有什么钱。胡子康本来是香港的龙舟教练，而且会造船，所以他决定用造船以及划船到兰屿的方式，让更多人注意兰屿的环保问题。目前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半，并搭建的龙舟模型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就是观摩，然后要找38个人一起划龙舟，横渡黑潮。这里好多的并就是木板了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并。今天请到了香港人康哥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并。香港人学客家话有点难，所以呢，我会好好的再教他几次。那大家也要多练习哦。只是要从推动滑向兰屿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龙舟准皮后就得要开始训练选手，希望明年夏至之前走得出发。胡子康做公益，也希望保护海洋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认识了子康，你会发现他的计划非常的重要。其实啊，守护这个地球的美丽和延续环保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到新的词吧。第一个词就是木板，并。第二个词呢，来看到就是准备，准皮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造船要准备木板和工具，草生准备并捞嘎拉佛，草生准备并捞嘎拉佛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多多练习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